早安。哦。最近咱为中的高龄的这个长辈，刚好90岁来预防啊，来用，这个主要请到6工的，6工。这个困难当中哦，伊是从山洞，这个困难当中，伊家己咱一贯道。因最主要是咱台湾做生意的咱遐开放，足支持咱遐工，所以伫到目前为止，2000年做生意，做这啊吼，这个老人，伊的族内，伊的查某囝，甲伊因太太拢真好，因太太较早走，这次轮到伊较早了，所以等于讲，伊这个过程伊大约也袂养成咱一贯的合法，也袂造成咱伫遐真正就光明正大来推展这个，可比讲这个个别性，所以伫遐不犯个别性。一个道经甲咱讲，哇，经理啊，伊咧抓下来吼，一半以上拢无食菜，也无抽刀，拢要要求办车呢，哦，要安怎好？咱因为咱台湾人经过几十年，所以透过过去的经验，咱袂使食菜甲食菜冲突。咱食菜，第一是食菜，就爱有度量，爱有含量去包容对。所以咱就甲讲，素的归素的，这个肉的归肉的，人拢不管是素也是肉，拢是表示咱人的诚心嘛。所以若会当的卖办道请，就办煮炒的归炒的，素的归素的，落显露出咱道中修行的涵养。借这个机会，互人去看出咱去贯道的气氛。这个气氛是无共款，因为咱几十年来行过，伫咱道中吼，然后经过道中的熏陶，这个气氛就小可变化，就无共款。所以咱就甲伊肯定讲，这是咱推展道中文化上好的机会。莫因为咱要办错，你就通排斥，你就感觉讲安尼袂使，那安尼咱的道路无够大。食素好嘅，但是我若希望兄弟姊妹，逐个人拢会当来食素，这需要时间，这需要你的引导、处理方面，你要安怎会当真正，就是咱真正的爱心。将迄个好处真正去甲伊展现出来，所以咱就肯几落去引导的吼，叫因讲你无论如何爱去甲遮个道亲讲，你绝对爱包容体谅共款的爱心，莫分错甲菜，好好去办。所以这个就是咱一直感觉讲，咱修行的好处，咱袂去排斥人，咱袂去看轻人，迄才是咱真正。咱要树立榜样，咱人本来就是有度量、有修养、有涵养的，所以我来当真正借着道中这个实际的一面来引导人。所以这多是因为大概是个5到个别性，所以这个当中咱就慢慢来去安排这个。无想讲转来遮这个我老人是去叫伊哥啊哥，叫做咩来管，所以这嘛是咱。遮个嘛足深的，落来伊护持白旗，真正为伊哩，非常肯定，感觉讲咱人来当进入修道，确实真正非常非常。所以今日我咱这个咱
真正公园是当来操的这，啊，即摆讲，大家去年啊，对边有通过技术贸易，因为咱台湾吼，你感觉讲台湾办吼，它真的现在已经看不到那个差别那么大，因为台湾联邦秘鲁啊，大家拢真好过去啦，伫台湾吼，做一种爱过去，做善强，无求做吼，家庭袂圆满的，身体无健康的，事业袂好的安尼，中下阶层做这遮啊，咱经过透过去遐办道，啊去遐大人劝因大人救人，然后回向吼，因的还天介绍，啊改变伊遐太济，因为因经过了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因文书坑有共款情书往作风共款，早期做了真济一太子的哦无神论。批评斗群，诽谤咱中国文化，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来感觉讲，无中国文化熏陶，真正咱大陆迄个水准比以前，我到真正变化咱的意见，所以这点咱是感觉哎呀，看清楚，更加清楚讲修改不足。咱台湾即摆已经有办法啦，较无像严严苛，但是在大陆真正差别太大，真正差别太大，所以咱对咱行上。咱一定爱真正继续努力，看看哪会当台湾虽然是慢慢无感觉讲差别足大，但是我安怎会当持续开发咱，因为难度是早来嘛，有来，有人讲，即个人台湾咯，做到不了去啦，无可能做不了，人会转去啊，去来啊，有收的转去啊，无收的来啊。无收咧外表讲伊无收，但是人伊历史有收来，你嘛有了解。虽然继续努力去强化，更加更济人希望咱台湾咱不错，安尼这是咱对将来发展到来了，发展到全世界是上该好一个风景嘛咱台湾是跟在台湾可以去把它看清，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可能也对咱。华联，然后就是在给他拍片，在这里这种，他对台的里面咱台湾的这个吼，他交代吼，你台湾这装修的，这装修的，不管哪会当真正严重，咱也做好咱该做的工作，就按华联的服务，从政期来到快乐。老外有去，少年还过来，袂使无少年搁再传承的，再说这个，最后你是电子工，咱华人一定要发展起来。我们非常谢谢秘书长对我们非常的期待，用心的来跟我们鼓励。我们花莲的小伙伴们，大家一定要坚强啊！坚强。安全打入到。不，这个。我去厨房。咱这浅显的讲起来啦，厨房的手艺真好。嘛真好做厝的代志。即马慢慢咱的迄个前领任即马起来做。前新起来做领了慢慢由伊来做推动。咱迄个大主席李后壁来做护士。咱前领任呢，伊算讲较年轻所以伊的迄个带动的方法比较活泼一点。咱即马重点嘛是讲照着咱过去咱之前一路交代讲爱风亲爱有和谐，爱有礼仪。因为咱咧国内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感受比较深啦。如果恁有机会去大陆上好去青岛，青岛
像做我遐做小无，来讲，敢若我甲前太太两个拢电锅机的，去板刀啊，做上礼后做下礼吼，逐项拢来就对啦。上礼下礼做一概念嘛有啦，无法度我就无人才啦。所以负责人甲咱配讲吼，地方人要办地方事，你靠台湾哦，无啥问题，爱靠咱家己啦。所以即摆好势咧，去中国大陆开始就做一寡即个人才培养。比如讲伫即个青岛、崂山吼，做下礼是一个律师，这个刘律师，刘律师咱知吼，因叫的拢是一些辅助啊。你背迄个上礼下礼，足简单的啊。所以因的迄个念的迄个音吼，北京语我足清楚伊啦。所以现在做上礼，主要做下礼，我只要材料真熟悉。来了，还佫加一个即个写标文，标文要培养一个叫做林泽敏林泽敏前道，咱若办到啦，伊拢有这写标文。这个人才袂歹，咱好势若讲要去鱼路办到吼，各位一年咱知鱼路什么意思无？就是讲你出门开车去，爱过来港仔转来。就咱的秘书长来办，跑马点钟吼，如果来到早早吼，佫较远啊。所以若去鱼路办到吼，咱就是招人才。讲你来去吼，搭帮做到，你的工作就是吼，有这写标。然后你看，人才因若入参务的时阵吼，伊迄个发心愈好。伊入参务愈高吼，伊迄个技术就愈提升的啦。咱定来讲单纯的代志吼，中方去做，你后摆就变专家啦。是毋是？咱大家拢毋是唱歌的专家嘛吼，但是咱若逐工唱，定唱，时常唱，唱久了变歌星咧。只是这歌星是咱一贯做歌星啦，社会歌星对不对？所以咧，就还有甲负责人请示讲吼，看是毋是咱挂一寡猪牛去青岛。猪牛吼，毋是爱钱啦，爱人啦。所以你只吼，好势嘛，跟各位前贤来请托嘛合约。如果你的厝边隔壁，你的时大时细，也是讲你的收道道心，也是讲咱道中一寡有迄个少年的人才吼，有想要来学习跟讲了愿吼，有想要去出国开放法院的有无？咱逐年伫愿拢有伫这个愿啊，咱就记好势先甲咱报名，青岛第一位啊，去青岛包家包大，包向导。反正就落地招待啦，拢一切拢包啦。只要你去遐大